尋日喺大埔區議會嘅大會上面傾宏福苑嘅火災善後同埋支援工作，會上面你嘅關注係啲乜嘢咧？多謝主持人啦。咁首先咧，其實我哋尋日區議會咧就今個年度正式第一次嘅會議啦。咁我哋一眾嘅區議員咧都就着過去自11月大火以嚟到今天收集到居民嘅方方面面嘅意見咧，就喺會上面咧同政府反映嘅。當中一個我哋好多議員都關注嘅就係政府就着宏福苑嘅居民一啲嘅中長遠嘅居住嘅善後方案係點咧？因為好多居民都關心嘅就係嚟緊佢哋暫時而家住緊中轉屋啫，咁但係中長遠意見有邊個地方係一個安身之所咧？咁而至於其他嘅，不論係究竟當到地區嗰時幾時解封啊，或者係一啲小朋友去咗基正小學嗰時讀書嘅情況又點樣啊，或者係暫時中轉屋嘅交通啊，都有討論到嘅。不如先講安置嗰個部分，或者啲中長期嘅即係住宿方面嘅處理啊。會上面議員有冇話交流邊啲唔同嘅安置方案，或者留意到居民可能傾向邊啲嘅方案多啲咧？喺安置方面喺會上面咧，其實我哋唔同議員咧都就着一啲嘅安置方案咧，俾咗唔少嘅意見嘅，包括有點樣喺業權上面一啲嘅購置有效啦，一啲嘅大埔區裏面嘅一啲嘅選址，不論係仲雅路西啊，或者係而家廣福公園等等都好啦，都有表達到嘅，而居民嘅唔同意見都有表達到。咁其中咧，我哋都建議，如果要係快嘅短期內可以見得到幫到市民上樓嘅，其中一幅咧就係仲雅路西呢個地段。始終因為呢個地段咧，其實係現行已經係做咗土地平整啦，亦都係一塊熟地。咁所以如果可以喺呢個上面幫到啲居民去盡快上樓嘅話咧，咁都係其中一個俾政府考慮嘅方案咯。